有时候有病了不能吃那个葡萄柚，有的吃了葡萄柚会救病复发，有的主张饭前吃水果，有的主张饭后吃水果，大部分都主张饭前吃啊，吸收比较好。但是也有人饭前吃水果，而且吃果汁啊，也有吃苹果，饭前吃苹果吃太多了伤到胃，肠胃毛病啊。也有的只有吃果汁哦，造成那个糖尿病的问题。吃果汁太浓了，甜分太高了，会造成那个糖尿病问题。都是要小心的。葡萄干加红枣来煮汤。